段咧，佢係講緊我哋嘅客人攞住個 IG， 跟住俾張相嚟睇完之後，其實係咪佢真正係佢嘅需要呢？想要同需要其實係兩樣嘢嚟嘅。段嘅第一個最重要嘅 step 就係點樣去判斷客人。譬如我哋學咗好多嘅技術啦，咁其實每一個技術有啲啱唔啱用喺每一個唔同嘅客人上邊。咁我哋透過寫咧，就係捨棄一啲多餘嘅，留翻啲有用嘅喺嗰個客人嘅上邊。你咧就係最重要咧，就係離開咗我哋以前嗰個框架。其實技術咧係攞嚟服務客人，我哋應該透過我哋嘅技術客製化俾個客人。唔淨止係3日，仲要係隔1個月先至一次，咁所以係 total 都係3個月，每個月1日。其實你學完嗰樣嘢之後咧，其實需要沉澱同消化。咁所以我希望透過1個月嘅時間，跟住先至再開第2堂、第3堂。